進可攻，退可守，捕捉大市反應。人生交叉盤陪你穩中求勝。陳永樂，好，假期之中咧，我哋繼續揾到中原工商鋪董事總經理潘志明啊 Stanley 同我哋傾偈啊 Stanley， 係你好啊，陸叔，又要揾你取經啊！近期咧，大家都知道啦，工商業尤其鋪位啦、寫字樓物業咧都低迷嘅嚇。咁係咪真係咧？有冇起色啦？嗱，我想睇下今年第一季度市場註冊宗數咧過千宗嘅，3年嘅高位，咁啊過去嗰幾年真係確實差啦嚇。但係3年嘅高位咧，就同2021年嘅高峰咧，仲有好大段距離嘅嚇。咁啊，第二季展開，你覺得又有關稅戰啊，啲工商跌到呢啲水平，有冇承接？今年第一季呢，就明顯就係話比舊年好咗，咁其實好咗都係對比性嘅啫，因為始終舊年前年個數字都係低嘅，咁今年第一季呢，就叫做成交量就多翻少少，咁但係呢，你話第二季打後成個工商鋪市場會唔會好啲呢？咁又好可惜喎，啱啱而家第二季一開始呢，又遇啱貿戰啦，咁你變咗好多做生意嘅人呢，都相當頭痛嘅，咁你知道工商鋪呢嗰啲物業多數都係投資者啊用家做生意嘅人去買，甚至乎買嚟收租投資嘅多，剛性需求必須要自用嘅呢，其實佢租都得噶嘛。咁所以咧，你見到第二季呢，一踏入第二季開始，個股票市場又波動啦，咁啊貿易戰又日日都有新聞啦，已經係咁，所以呢，其實估計第二季呢，對於香港嗰個工商鋪物業嘅打擊會比較大，短期內呢個成交宗數都係會低迷㗎啦。咁價格方面呢，大家都知啦，因為如果用家減少啊，或者投資者觀望呢，基本上佢嗰個口價呢，估計都仲有下調嘅空間喺度啊。嗱，先至我哋講翻少少歷史先啦。過去嗰幾年呢，就你知道啦，一路由 Covid 啊之後呢，有啲外資係退卻過，我諗係有少量嘅翻嚟，譬如金融事業就好似今年第一季度好翻啲。咁有啲人就走翻嚟去租啦，甲級寫字樓物業咧有冇起色咧？你覺得呢排？其實就冇乜特別大，冇乜特別大起色嘅，因為主要呢，其實大家經歷咗疫情好幾年呢，咁的而且確好似阿陸叔話齋，第一呢，就外資公司嚟香港嘅數量真係唔多，甚至乎呢，以往中資公司落嚟香港嘅數量都係少咗㗎，即係近呢2年係啊，咁同埋亦都睇翻呢，就係尤其是你話中環金鐘一帶呢，其實個空置率都係高嘅，而家空置率高，咁如果歷史高位。歷史高位啦，淨係中環金鐘一帶咧都超過11-2%，以往中環啊得個1點幾2%嘅啫嘛，仲要排隊先係有夾下俾你去租用，咁而家就真係完全唔同晒。咁所以如果睇翻呢，就算講翻踏入2025年都好啦，整體嗰個寫字樓呢都係受制於個空置率高，同埋呢代租樓面都係多㗎。咁而家講緊呢，就差餉物業估價署都有報告出咗㗎啦。咁整體如果講香港嘅夾下呢，佢個空置率講緊17點幾㗎，整體嚟計。咁所以呢，就呢個都係歷史高位啦。咁同埋代租嘅樓面呢，都去緊成1500-16萬尺嘅樓面。咁要消化呢啲樓面呢，都需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呢，就令到其實近期睇翻甲級寫字樓嘅租金呢，都係有些少下調嘅幅度喺度嘅，都仲係。咁買賣就更加比較低迷啲啦嚇。咁因為好多買家如果佢真係要自己用，咁佢唔使咁心急去買啊嘛。咁同埋咧就啲甲下嗰個價格啊下調嘅幅度都大，咁究竟跌到底未呢？咁好多人都仲係觀望緊，咁所以短期嚟睇呢，就甲下嗰個狀況都唔係特別理想嘅，而家係。空置率你覺得到頂未呢？供應就係越嚟越多啦，中環金鐘個供應今年好似就好高峰啦，新大廈啦係咪？再有冇新大廈出呢？其實嗱，如果大家睇翻中環呢，咁最明顯啦，就係今年落成嘅2座巨無霸啦嚇，即係 The Henderson 啦，同埋長江集團中心2期呢，咁其實都提供咗過100萬尺嘅樓面㗎啦。咁嗱嚟緊呢，就中環就當然冇大型嘅寫字樓地盤啦，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仲有一個呢，就恒基喺即係中環海濱，即係嗰個新嘅地盤呢，都一路建築中啊咁樣啦。咁呢個係未來嘅新增供應啦。其實大家睇翻呢，好多搬遷嘅一啲行動啊，咁其實中環區都有出現嘅。咁有啲就搬離開中環啦，因為嗰個租金水平可能有啲公司即係想減低一啲租金成本啦嚇。好多機構呢就用個樓面面積細咗。
咁大家知道呢幾年呢，就疫情之後呢，咁好多都習慣咗話唔一定係返公司辦公啊嘛，咁啊網上開會又得，咁啊好多呢，就亦都後勤基地呢，亦都遷離咗金融區，譬如東九龍又有啊，或者係即係港島東嘅亦都有，咁所以呢，亦都令到中環騰空出嚟嘅樓面都多咗嘅，要成個中環金鐘呢個所謂金融中心區嗰個消化量慢慢回復返正常呢，都需要一啲時間先得，暫時未有咁快消化到嘅。以前好多人都話遷出中環之後呢，原來覺得平又遷翻入嚟喎，依家有冇咁嘅趨勢咧？佢有咁嘅嗱，之前呢，就有一段時間呢，即係18年前我哋成日講去中環化，因為中環啲租金實在太高啦，去到嗰啲我哋叫3條 A 嘅夾下呢，講緊差唔多接近200蚊一尺嘅水平啦，IFC 第2期啊嗰啲。咁而家呢，當然喺疫情期間呢，就中環嘅租金都一路有下調啦。其實累積嗰個減租嘅幅度呢，都2-3成嘅，有好多去到。咁又有啲公司覺得，咦咁中環減咗租，咁不如由其他地區搬翻入嚟啦。咁呢，就有一個説法叫再中環化，即係由去中環化變咗再中環化。其實佔個比例好低啊嘛。咁其實基本上呢，都係想減輕皮費嘅多。搬遷入嚟中環嘅基本上就唔算太多，因為咧中環減租，咁同一時間其他地區都會減租噶嘛。咁亦都咧大部分嘅業主啊、大業主發展商咧都有個習慣，幾大都留住個舊租客先啦。佢一走咗，你要重新招租咧，就花好多時間啊，又免租期啊，又佣金啊咁樣。咁所以大部分咧就都係想留住租客，咁所以咧留翻入嚟中環嗰個數量咧就唔算太多嘅。咁依家 Stanley 寫字樓嘅物業供應，即係呢2年最多嘅地方係咪仍然九龍東咧嚇？係㗎嗱，其實因為九龍東咧就有佢發展嗰個歷史因素嘛，即係由政府開始話起動九龍東，好多發展商咧就買咗啲舊式嘅工廠大廈，拆卸補地價變做寫字樓。亦都有因為活化工廈嘅政策咧，將一啲舊式工廠大廈活化咗變咗做寫字樓，所以個供應量咧就係突然間喺幾年內咧就飆升咗好多。咁但係又撞啱疫情啊，同埋經濟即係冇以前咁好啦。咁好多新落成嘅寫字樓咧都未有人租用啊，變咗個空置量咧就比較高。平均東九龍嘅空置率咧就去到成18至20% 都有，咁所以都算係一個重災區嚟嘅都係。聽聞有啲商場咧係冇人租。咁點咧？即係成個唔開，咁人哋租咗，咁點咧？其實呢啲問題咧都經常有出現，就係咩咧？打開門口做生意，如果客路唔夠，又負擔唔起要燈油火蠟啊、人工啊嗰啲皮費呢，咁有一部分商戶呢，佢就拉閘唔開嘅。咁亦都有一部分商場，咁其實呢，如果你入咗伙之後，咁一開呢，又管理費又冷氣費，哇，又管理又保安又清潔，其實個皮費好重嘅。咁如果唔係話即係個入伙率咁高呢，就可能會暫時呢就停一停先，或者等待到儲到多啲嘅租客，然後先去開呢，咁啊仲划算。因為做生意嗰個呢都宜得發展商，喂，咁你遲少少啦，得我1-2間公司喺度都凝聚唔到啲人流，咁實際上都冇乜營業氣氛嘅，咁所以呢段時間都有呢啲狀況出現嘅。寫字樓物業咧有好多下低都有商場嘅講嘢噶嘛，又多人嘅，希望下低都多人啦。但係如果下低唔多人，我冇係租上去啦。咁呢個影響係咪東九龍最多咧？依家個個都北上買嘢或者網上買嘢，咁對商場嚟講，佢點樣變動咧嚇？其實商場部分呢，我睇就唔係主菜㗎啦，因為如果以翻一棟甲級寫字樓為例呢，其實嗰個商業樓面啊，即係commercial podium 呢，佔個比例就細嘅，反而呢就係樓上咁多層嘅寫字樓先係重點，所以最主要呢都係令到樓上嘅寫字樓有商戶去租嚟做寫字樓啫。咁反而樓下啲商場有時逼都逼唔到嘅，就算你平租，如果佢做唔到生意，佢都未必願意喺度開業啊嘛。咁所以呢，有時見到東九龍呢。好奇怪嘅現象就係樓上嘅寫字樓1、2、3樓都係商場嚟㗎，比較靜。咁樓上嗰啲商戶要去食飯啊，或者去購物啊，可能要行遠少少去其他成熟嘅區域先得啦。佢係更加唔想租啦。如果咁樣嘅情況嘛，大家互相影響啦，係嘛嚇。好，休息一陣呢，翻嚟再繼續傾下。人生交叉盤，陳永樂。
好，我哋繼續同中原工商鋪董事總經理潘志明 Stanley 傾偈嚇。Stanley 啊，講嘅鋪位先啊。咁啊，其實就係呢排咧好多人北上即係消費啊。咁你知道鋪位好多，一係食肆啊，一係就買嘢啊咁樣。鋪位係咪仲更加弊家伙咧嚇？除咗民生，而家以前民生咧，點知依家民生更加上埋去，咁你點咧？佢大家都明嘅嗱，你即係而家譬如經濟啊麻麻地啦，個個都揞住個荷包啊，大家都要精明去使費啊嘛。咁北上消費咧就真係令到呢啲消費者覺得都幾滿意喎。嗱，咁你北上消費，第一即係佢嗰個價格就肯定係比香港平㗎啦。第二咧，佢種類繁多啊，可以買到啊或者享受到飲食嘅亦都多。咁服務啊各樣嘅質素都唔錯。咁事實上咧就亦都令到唔少香港市民覺得咧，喂，同一筆錢喺國內去消費咧就抵用好多啊！咁呢個咧就對香港本土嗰個零售、餐飲、娛樂嗰啲咧打擊都大嘅。咁尤其是而家就算去到民生地區咧，就大家都見到咧，可能喺一啲長假期啊或者長週末嗰啲咧，就唔少香港人咧都係北上消費，有啲一去就去咗2天3天，然後先翻香港。咁啊令到咧就唔同區域咧嗰啲交吉鋪位嘅現象都有持續啦，甚至無個別嗰啲地區啊，嗰個鋪租咧都仲係持續調整緊㗎，都未去到完結。咁呢個咧都真係要等待一啲時間，等北上消費嗰個熱潮冇咁強烈啦，又或者香港本土嘅一啲零售啊、餐飲嘅業務啊，就諗到一條出路，吸引到多啲香港人留低消費咧，咁先至會改善得到啊！我見到呢排咧就有啲報紙都好誇張，見到有人租幾層咧，通常都係劈咗90%啊、70%啊嘅租金啊，但係都叫有人租。嗰啲租嘅地方咧都係大家都覺得，喂，嗰啲嘢網上都買到嘅喎，咁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呢？嚇？佢近期咧就有好幾個，尤其是國內嘅品牌咧，就想打入香港市場嘅。咁通常新品牌打落香港市場咧，佢一租咧就一定係租啲核心旅遊區，即係人流夠強嘅，或者係好多廣告位係矚目嘅。咁佢租嗰啲位置咧，就令到佢個品牌多啲人認識，咁所以就願意去租入啦。咁當然第二咧都仲有一個租金嘅問題，就係實際上如果你譬如18年、17年之前去睇同一個鋪位，同今天你去租咧，哇！佢個租金下調嘅幅度咧，可能由3、4成到6、7成不等都有嘅。咁而家去租用一啲所謂 prime location 啊、優質嘅街道物業咧，咁其實就抵租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即係公司新落腳喺香港咧，都當係賣告白攞個廣告招牌就租一啲靚鋪。咁而嗰個租金咧就亦都比起其他商戶嗰個付租能力咧，咁佢就願意出高少少。咁所以好多發展商啊、大業主咧都願意租俾呢啲品牌嘅公司。咁啊最近大家見到甚至無網上可以買到嘅產品，咁都開一啲實體店啦。咁尤其是體驗店啦，嗰隻叫做。最近期我哋見到。譬如以前網上購物都係比較一啲即係細件啲啊，日常用品嗰啲多啲咁，但係而家見到哇，連啲家私台凳咁大件嘅貨品咧都有喎，就去租用一啲大樓面幾萬尺，俾呢啲市民嚟體驗一下啊，或者親手觸摸一下，咁然後再喺網上訂購。咁近期都有呢啲咁嘅現象出現。咁你話對香港嘅鋪位市場好唔好？都好嘅，起碼多咗啲商戶去消化咗啲交吉嘅鋪位先啊嘛。咁對香港嚟講，即係新嘅商戶落腳喺香港都係好事嚟嘅。係啊，Stanley 啊，就講開呢樣嘢，我就覺得咧，就係前一排就某一啲即係大品牌啦嚟到香港，即係免運費各樣嘢咧，咁啊佢話追好多點嘅，就你自己去 pick up 啦，係嘛？冇錯。咁呢啲係咪真係幫助得到咧？因為佢根本好平，或者個劈場啊，求其揾啲地方擺喺度，咁就自己去拎咧，一係點樣樣咧？可唔可以成為一個租金嘅一個新力軍啊？呢個咧其實就係一般咧，佢哋叫驛站啊，驛站係啦，即係好多係網購公司咧，咁其實都要有一個收發站嘅，譬如國內嘅貨品去到你最近你屋企距離嘅一個驛站嘅點，你就去嗰度收發啦，去攞你件貨或者退貨都去嗰度退啦咁。咁通常佢哋租咧就唔會租啲最旺嘅位嘅，譬如喺某一啲屋邨啊或者某一啲地點咧，租一個唔係人流好暢旺嘅地方，因為佢純粹做貨倉同埋做收發站嘅啫嘛。可能嗰個租金咧就講緊係即係由1、2萬蚊到2、3萬蚊一個月月租不等啦。咁嗰個面積咧都唔會好大噶啦，可能講緊幾百尺啊到1000尺
尺樓下。咁主要嗰啲貨咧其實流轉得好快嘅。咁呢啲驛站開咗好多㗎，全香港突然之間1年2年咧開咗幾百間㗎，梗有一間喺左近嘅。邊皮嘅鋪位即係可以消化到。咁佢都係有好處嘅，因為其實即係尤其是我哋講緊民生區，好多零售都受壓啊嘛。咁嗰啲鋪位反正都交吉咗。咁如果有啲業主有驛站過嚟租嘅，咁租俾佢多2-3萬蚊一個月都好過冇啦，咁咪租俾佢咯。咁當然啦，你話對附近嗰個街道嘅形象有冇幫助呢？咁而家就唔講咁多呢啲啦。咁起碼呢，佢有租客去租，甚至無多人去攞嘢嘅，亦都帶動到附近嗰啲鋪位嘅人流啊，同埋嗰個消費力呢。咁其實都係好事嚟㗎。即係你講得開鋪位啦，國內啦，你知道即係一簽多行啦，幫唔幫助得到呢？一簽多行其實咧都叫做幫助到嘅，但係咧就大家就唔好即刻個期望太大啦。咁因為其實一簽多行咧，就譬如深圳呢啲咁一路落嚟香港咧，其實因為佢哋即日來回嘅多嘅，就唔係話留喺度過1-2晚即係去消費啊咁。咁所以咧，你話實質上幫助大唔大咧？佢係有幫助。但係唔算好明顯，因為咧通常而家國內尤其是即係大灣區嘅遊客落嚟香港咧，短線為主啦，咁甚至無咧都唔係話特別去瘋狂購物嗰啲噶啦，都係體驗下個環境啊，食下嘢啊，睇下嗰啲社交媒體有邊啲網紅點啊，咁去打下卡啊咁咧，咁消費力唔算好強嘅，咁但係就點都好啦，起碼就令到條街道多咗人行嚟行去咧，都係好事嚟嘅嚇。呢個始終都係對市場都有幫助㗎嚇。講翻嗰個寫字樓嘅物業啦嚇，依家其實租嘅喺個市場租比較多嘅，喺邊個區域咧最多？其實嗱，如果我哋消化得比較快咧，你覺得？即係嗰個租務咧，嗱，我哋分開香港同九龍先啦，新界就唔多嘅嚇。咁其實九龍咧就而家反而多咗人去租用一啲即係新發展嘅地區，譬如好似西九龍就荔枝角嗰邊啦，甚至無荃灣咧，因為佢個租金咧就係平過市區少少啊嘛。咁有啲同埋有啲新嘅大廈落成啊，質素都高嘅，配套設備各樣嘢都好嘅。咁有啲就搬咗過去啦。咁可能個租金講緊10幾蚊一尺嘅寫字樓咁，平好多喎，抵租喎，即係咁你就算係尖沙咀區咧，都因為個租金都有下調嘅。咁由尖東可能講緊18至20零蚊一尺啦，去到尖西可能20幾蚊尺啊，或者有海景靚啲質素嗰啲30零蚊尺。咁基本上咧個租金水平都有下調咗嘅。咁喺九龍區咧多數都係租翻啲傳統嘅寫字樓區會比較多啦。咁港島咧，我哋大家發覺咧就反而銅鑼灣啊、灣仔呢啲咧就吸納到多啲租客，因為始終咧佢嗰個乙級寫字樓比較多。咁同埋咧就睇翻嗰個租金咧，比起甲下、乙下嗰個租金都係講緊20零蚊一尺啫嘛。咁如果對一般做寫字樓嘅租客嚟講咧，咁佢負擔20零蚊一尺，又喺到港島區一啲交通方便嘅大廈咧，其實都足夠俾大家用啦。咁所以見到咧就嗰個空置率嚟計咧，就反而中環金鐘咧就可能講緊有10幾個 percent 啊咁樣啦，咁你去到銅鑼灣啊，可能就低過10% 嘅空置率，咁所以咧都睇到咧就大家都精打細算啦嚇，咁就算喺個尺租嗰度咧慳到幾蚊得幾蚊啦嚇，咁所以咧都係租翻一啲便宜少少嘅商業大廈為主嘅，而家都係。有冇咁趨勢？啲人就傾向於租啲新嘅地方咧，摒棄啲舊嘅商廈咧，會唔會咧傾向於做新嘅咧？而家呢個咧就係發展商嘅爭客戰。係，因為咧咁多新嘅甲廈或者新嘅寫字樓落成咧，咁都要揾啲即係新嘅租客搬遷入去啊嘛。咁所以各出奇謀啦啊！咁而家講到第一租金當然就能夠調低到幾多就幾多啦。第二咧就通常新大廈咧都會俾到啲長少少嘅免租期。咁甚至乎個別業主我聽講咧如果係優質嘅商戶咧，可能提供啲裝修補貼嘅都有嘅。咁所以咧就真係開始各大發展商咧就喺嗰啲寫字樓招租嗰度就各出奇謀啦。咁租金減平啊，或者係嗰個免租期加長咧，都係經常出現㗎啦。呢啲就咁 Stanley 最後想問你啦，你哋呢行啊嗱，呢幾年咧，依家即係工商鋪啊、寫字樓嘅物業咧，都喺度減緊租啊，各樣嘢。你哋點睇呢個行業咧？就我哋睇咧嗱，因為香港嗰個工商鋪嘅市場咧，佢個調整週期都比較長啊。今次其實整體嚟講咧，佢由18年
年尾19年開始呢，就個價格就開始回落，回落咗幾年之後嘅今天呢，其實平均下調嘅幅度都幾驚人喎。如果講翻譬如好似甲廈咁先算啦，甲級寫字樓佢高低位嗰個相差呢，有成60% 以上嘅。咁大家見到甲廈以前可能講緊3-4萬蚊尺啊，或者頂級嗰啲去到5萬幾6萬蚊尺，而家都係講緊1萬幾2萬蚊尺啫嘛。佢回落嘅幅度呢，係落咗成5-6成或以上嘅。咁呢個水平呢，就有部分就吸引到啲用家入市嘅。咁所以近期我哋聽到呢，唔少大機構嘅用家呢，都去買入一啲寫字樓嚟自己做買入多啲嘅買入。咁佢買入就長遠啊嘛。咁譬如話我買嗰個大廈都比起高峰期都回落咗一半價錢啦。咁而家買落去就算個市場再跌多10%-8% 都冇所謂啦，即係反正未來如果築底，即係嗰個底部啊，嗰個底價出現咗之後呢，咁佢即係多咗人用呢，咁寫字樓始終供應量唔會太多嘅，尤其是呢幾年呢，大家見到政府商業地皮都唔推啦，咁亦都冇乜大發展商再收購去拆樓再起啲甲廈出嚟啦，都少噶啦。咁所以估計咧喺2-3年後咧，新增嘅供應就冇乜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今天如果大家去到一個市場嘅低位，你又物色到一件寫字樓物業係你好鍾情嘅咧，咁你就而家去買入你就自用多，自用就 OK 嘅，自用 OK 嘅，因為收租回報就唔算特別理想啦。橫掂你都要真係要租嚟用，咁你橫掂都可以咧係自己買嚇，心頭好啦，係嘛？北區影響會唔會有咧？即係你講下北部都會區啊，其實北部都會區嘅發展會比較長少時間嘅。就如果講工商鋪類別咧，北部都會區就影響不太大嘅，因為始終大家做生意都係集中喺市區會比較多啲啊嘛。好，咁啊今日好豐富啊！我哋今日好多謝中原工商鋪董事總經理潘志明啊 Stanley，多謝你，多謝。